设不论 Nometer 176B 或7B，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 foundation model，那 foundation model 其实是没办法变现的。对。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是一个做平台帮动 ，eventually 我们还是有个商业模式做平台帮动。那平台帮动，我们会授权执行这件事情的人在那个 foundation model 的使用权，使用权。那当然使用的人一定是有 content 有 data 的人来做 fine tune。那 fine tune 完了以后的这个东西，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授权，我们的平台帮动，然后我们可以 support 有低端的版本，有低端的版本就可以比较多的做商业性的应用，然后再看看他要出门 either way， 就是你直接寄转给终端用户，这是一种。好，比如说你今天又帮他 fine tune 对台语，那接下来他能不能去 adopt 很多 vertical 的应用？那我觉得那可能你 fine tune 完以后又有一个 domain know how 的 fine tune，或者 embedding，我觉得这个。
本日2023汉语 AI 黑客松创意发想比赛，还有汉语认证嘅辨识嘅比赛，发表记者会正式开始。首先来介绍一下今本日出席嘅总管贵宾。第一是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公杰副主委。大家好。接下来是阳明交通大学王少华教授，还有廖年副教授，欢迎廖教授。好，大家好。还有华硕云端公司总监李立国总监，欢迎。大家好。好，客家语言资料库是客委会同华硕云端公司还有阳明交通大学共同来建制，到了下已经有初步嘅成果。接下来就有请朱副主席来同大家来说明一下。好。有请副主席。臭人讲，还是 K 人讲？周德，都周德。好，刚开始 K 人讲啦，等下可能所有贵宾咪先臭人讲是做得啦，哈。好，现场的媒体记者朋友，还有到庙里当收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大家好。好，今日当欢喜啊，老因为贵宾哈，在场有因为发射云端公司的李总经理，还有因为阳明交通大学汪教授，还有廖教授哈。今日老大家来发布因为今年2023年汉语 AI 运用黑松创意发想大会啦，因为汉语研习语言的比赛发动啊哈。今年来哈，客家委员会在永昌群主委的举头之下哈，因为当3万多个建立一只资料库。呢个资料库呢，从去年啊哈年底的时间，因为熟悉因为私人强的预料哈，今年按算啊哈，今年到年底的时间哈，针对因为学历强的部分，因为熟悉到一只商图哈，但是因为想除了因为客家委员会在做之外哈，今日发布了只比赛，是希望在邀请所有因为社会大众哈，对所谓自然的好了解的朋友，还有对因为客家文化、因为汉语传承哈有兴趣，做得好好来发扬因为了只客家语资料库的朋友哈，做来参加因个比赛哈。所以当时么因为发射的总经理还有2届教授哈。本因当到指导，因希望哈未来啊，该有营业做得哈，唔止系因机器人，做得晓得用客来讲话，做得了解大家讲的客的意思系乜解？喺群去年啊哈，12月28號因全國客家語哈，主會做得用客是人腔的客，然後因機器人做得對話。今年我看到哈，做得用方言。來問因資料庫啊哈，去做得用客來回答咧，哈，你日鋪嘅進步啊哈，因希望做得邀請到所有社會嘅大眾朋友哈，做得有機會來參與呢個比賽，為因嘅資料庫哈，為咧做得好順利來完善，因了解大家都喺使用 ChatGPT 嘅時間哈，可能嘅應用啊哈，佢會談得好清楚，咪好了解。大家做得上得到嘅嘅資料係乜嘅樣啊？嗰時 AI 智慧哈，只會咱用訓練下來嘅結果。當然，因為客家語嘅資料庫未需要咁樣嘅構想，所以呢隻比賽好在因為主辦單位嘅指導之下哈，希望當到朋友做得嚟參與咁樣嘅活動哈。所以是耽誤大家嘅時間啊哈。等下，又會請公司上面嘅代表，學界嘅代表哈，嚟大家好好來說明，啲經驗嘅比賽有乜嘢進行，希望哈，但係經驗年代嘅時間，全是有一隻東海嘅性質，不管係私人強、學歷強，未來咪希望大埔強、陽平強、肇平強哈，是海太平安哈，五隻強做得全部都客家語資料庫，從來本大家來使用。以上。好，感謝副主席。接下來就先請王教授來說明一下客語言資料庫建設嘅情形。
申丰台大驻副主委李总监，还有廖教授，还有现场的媒体记者，大家好。我今日来介绍伊客家资料库建制的更新。首先，我要感谢学委会支持与เรา指导，我到阳明交通大学個華碩雲端เรา離資料庫建置起來。我今日報告資料庫的部分分兩隻部分哦。第一部分就離資料庫用嘅建置起來，好。第二部分離資料庫用嘅去做 AI 機器人連接 ChatGPT， 變到一隻客家話嘅對話嘅機器人，哦，呢兩隻部分哦。首先，我來介紹你資料庫建置嘅情形哦。第一步，你要先收集大部分嘅文章文本，呢部分係學委會提供本間你到。第二部分，你要請新傳師然客語嘅老師來錄音哦，你係當專業嘅先生哦。第三步就設立3隻錄音嘅實驗室來錄音，錄大部分嘅資料，個喊來校正，有講唔錯嘅地方，新傳師來幫忙來校正。第四部分就建置資訊系統，你資訊系統本大家來試探試看，可有乜嘅唔對來改進咯。到最尾就來訓練變咗 AI 嘅機器人出來，好啲總共5隻部分咯。好，就個下來我大家介紹你客家嘅資料庫分4隻部分咯。第一隻部分係語音合成，哦，你按照 TTS。英文按照 text to speech， 就係按照我錄當到上本機器人學會到做咩機會講，文章本機你機器人就會講客家話哦。呢第一部分到目前為止錄到120點鐘以上哦，是聲音。第二部分按照語音辨認 ASR， 佢按照 auto speech recognition。哦，呢隻部分你錄差唔多600點鐘嘅時間。你錄按到上來做嘛？你上來本機器人來學話以後，到最尾你攞機器人講客話，佢聽嚟識，哦，佢會讓我們轉到文字出來哦。第三部分係擴充媒體資料，你係乜嘅意思呢？因為自家錄太慢咧，到最尾你簽講課電台個客家電視台、兩家電視台，佢提供大量嘅客話嘅資料本 Andy 將來用英講老師那來寫上去，樣就會變到大數據，就做在本 AI 來學來學習。好，最尾一部分按照華客平行資料庫，你乜嘅意思呢？你客家話上來行全世界，你決定來轉到華語就國語，將來轉到全世界，讓全世界通。好，決定來先做一隻華客平行嘅資料庫出來。華客平行嘅資料庫係乜嘅意思？你會建置5萬 bit 華客嘅資料庫哦。你資料庫有講以中文昨天客家話按照初半夜啊，這種一個一個都要建置。還有太陽、日頭，還有國語叫做舅媽，客家話按 Q 妹。我們就建了5萬多筆，這個比教育部的現有的15000筆還要多很多。好，所以我們你建置啲4台部分的資料庫出來，樣就有辦法發展 AI 機器人的部分。好，就個下來我哋大家介紹，你客家嘅語音 AI 做到機器人做乜嘅應用。好，所以呢張圖來看，你數據面當嘅客家話上嘅資料庫，下邊係客家話嘅文章。再過來，你學校陽明交通大學個華碩雲端就做得利用你大資料庫來發展變機器人、客語 AI 機器人。你機器人做得做3種應用，你就來看最尾一個應用，按照整合應用。你整合應用就要做乜嘅？做得讓你客語 AI 那個
接 ChatGPT， 从此以後，你 ChatGPT 就通會使按你講嘅學法，佢未做得用學法來負擔。好，你就按照 ChatGPT， 當然華碩雲端未要發展 FFM 呢套系統，然後 ChatGPT 差唔多嘅，你按照本土嘅系統。好，再過來就語音合成咯，語音合成就做在做虛擬主播，行一擺電視台、廣播電台就唔是專門搶音錯定界，做得用機器人去主持節目哦。再過來就係語音辨識哦，語音辨識主要做得用，像按你哋開會就做得用機器人讓做得組織稿寫出來，好，係按樣嘅情形哦。好，再過來就讓大家介紹，用一啲讓 ChatGPT 整合變到一隻客語機器人。我想我出嚟會基本上讓大家講，啲客語嘅資料庫係全台灣應該講全世界第一隻大資料庫，其他地方大陸咪簽唔到嗬。第二就啲客語嘅 AI 連接 ChatGPT 變到客語機器人，我相信你有咪全世界第一用。哦，你當監察客家委員會也支持個指導產官學三沙大家共啦合作，然後做起咗一樣東西嗬。我想讓大家介紹，你客語機器人在這一邊辨識，按你講法辨識出來送本 ChatGPT 送文字出來，按你咋個用客語語音合成表出來本大家睇，好文字個上就會有嗬。好，再過下來我讓大家介紹實際嘅應用 ChatGPT 用嘅應用嘅情形嗬。好，好，那就開。按乜嘅名？好，抱歉，重來哦。我要用四線槍來講哦。剛剛我講的是海陸槍。重來。抱歉。唔係乜嘅名？我嘅名係。佢因為冇表了，因為我的名字叫 AI 機器人，我十個門界嘅牌吼。唔係乜嘅名？我係一間人工智慧皮打最股實，目前暫時冇有正式嘅名嘅，唔做得隨意惡弄眼。蝙蝠要怎麼講？蝙蝠怎麼講？Hippo 誒。中華民國嘅總統係乜嘢？現任中華民國總統係蔡英文。100加200係幾多？100加200等於300。苗栗縣有乜嘅好料嘅地方？苗栗縣有眾多美食，按泰安、南定天內嘅古早味美食，銅鑼嘅漢樂圍叉頭咖啡，苗栗市嘅肉圓、三義嘅米飯等，還有當地自然景觀做得欣賞，
将同小强龙石、新县茶头、石头神、李马潭定梯，都得益有。好，各位媒体记者，我最后用中文跟各位介绍，这一套 ChatGPT 是我们把客语的辨识跟合成把它整合进去，让 ChatGPT 这大脑有耳朵有嘴巴，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用客语去问它，它可以回答你。至于刚刚为什么回答那么慢，那是因为我们透过网络即时就送到 ChatGPT， 它再回来这个文字会比较慢。但是我刚刚一问完讲完，底下直接就秀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客委会指导的这个计划所做出来了，所以下面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把它完成的。好，以上是我的介绍。生猛大家，安子生。在我下来，我介绍2则部分，一则部分係黑客松創意發想大賽哦，聽一部分係語音辨認客家話嘅辨認嘅一張競賽嘅活動，就分別由李總監和廖教授來介紹。好，什麼？周主副主委，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华硕云端李立国。那我同时间也是华硕集团台资云的营运长。那我想刚刚黄老师大概有就这一次的一个 AI 语音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demo。那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那后面包含了很多高科技，也包含了很多过去这2年来整个在客委会的一个这个大计划底下，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家语音的一个资料库。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会从今天开始5月22号到9月份，我们会有一个黑客松的一个比赛。那这个黑客松的比赛着重的重点会在于说，如何利用这一次的客家语音的资料库，结合现在目前最夯的一些 AI 的一个技术，然后能够探索在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里面大家的一个发想，然后让整个科技的应用能够更加的多元化。那我想这也是接下来国家政策在 AI 2.0 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针。那我可以预期这个黑客松比赛应该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主要的原因有几个部分后，我大概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第一个，在去年底 ChatGPT 就横生跑出来，那让所有的 AI 的应用从传统的 rule base 变成是一种所谓的生成式的一个应用。那这个在整个 AI 的科技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那传统需要很多大量的进行语料的一些盘点标注，透过生成式的 AI 让这一切的速度会加快。那第二个部分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过去这2年来，那客委会在这一个客家语音的资料库里面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努力。那这个语音资料库是现在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一个客语资料库。那它涵盖的一个面向我们现在目前有几个腔调，包括4线腔、南4线还有海陆。那未来我们还有另外2个腔调会继续往下来努力。那这一次的语音的一个整个资料库的内容涵盖总共从语音的辨识合成到媒体的收录超过1000个小时，那这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一个语音的资料库。那有了本土的算力，那有了一些高科技 AI 的一些生成式 AI 的应用，然后以及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库。那我相信在对这一次的黑客松比赛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结果。那这一次比赛里面呢，我们预计有设定有3个主轴，第一个是在所谓的一个观光，智慧观光；第二个是医疗，包含健康领域；那第3个部分，我想就是跟所谓的一些文化传承跟教育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当然，我们也期待除了这3个领域以外，能够跟有一些服务的创新，有一些客服中心。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可以往下走。那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校的单位，包括学研或者一些新创单位，甚至我们也奖励鼓励，那这些所谓的坊间的 AI 的公司都能够参与这一次的一个黑客松的比赛。那这次的比赛除了这3个在观光、医疗还有教育方面，我觉得都有一些很好的场域可以来应用。那这是可期待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那在时程的部分，从今天5月22号，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刚刚在网站上面有一个网址，那可以鼓励各个团队就可以来报名了。那我们预计大概在6月19号，我们会针对这一次比较高程度的这种 AI 的技术，我们会有一个说明会，然后指导跟各个创新团队有做一个说明，哪些资源可以使用，哪些技术可以应用等等之类的。那同时间我们会从6月20号到8月18，大概会有2个月的时间来接受大家线上可以去 upload 你的创意 ，upload 你的 proposal。那预计在8月底，我们会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选，我们希望能够遴选出10个非常优秀的团队，然后也在各个应用领域里面都有一些很杰出的一些发想。那预计大概在9月中旬，我们就会举办最后的一个 final 的。那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大概有几个面向啦，我们非常重视实作。那 AI 的应用，我们希望已经不是很在谈所谓的理论，而是有一些应用场域能够落地。那除了实作以外，在所谓的一个创意发想，那以及未来的可行性，也都是一个评量的一个标准。那这一次的比赛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奖金，我们会有第1名、第2名、第3名，会编列一些奖金。那我想同时间从华硕集团的角度，我们也非常应该要来赞助这个活动，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们也提供这个活动的一个优胜团队，包括入选的10个团队，我们会提供超过新台币500万以上的云端的资源。然后我想这主要的目的，我们不只是比赛啦，我们希望说这次比赛很多优秀的团队能够拿着这超过500万的一些云端运算资源，能够很快的在各个应用场域里面能够落地，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业主，然后在所谓的观光和医疗还有教育这几个领域里面可以发想。那我想除了这个以外，刚刚黄老师也大概提了一下，除了刚刚 demo 的串接 ChatGPT 以外，其实目前这一个整个语音的资料库也串接了华硕集团在5月17号发表台湾第一个繁中的一个语音大模型，我们叫做福尔摩沙1号。那这一次的福尔摩沙的一个串接，跟黄老师还有廖老师的团队也都已经串接起来，在实务上也都可以来实现。那我想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未来在很多创意要落地的时候，有很多企业主他是希望这个 AI 企业智慧脑是可以放在他自己家里面的。为什么？因为未来这些 AI 的训练啊、对谈，其实都是一些某种程度的商业机密，跟各个未来企业里面可能会衍生它的一个数位资产的部分。那所以我想这一次应该从技术的观点整个华硕集团跟阳明交通大学已经有打一个底，在整个资料库的部分客委会这边也指导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资料库。那同时间我们也这一次的奖金还有一些运算资源，我们也希望也蛮到位的。然后在整个实务的应用也相关的，可以选择云端，也可以选择地端的应用。相信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年年底，搞不好就有一些很实际的场域可以落地。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感谢李总监。除了黑客松以外，礼拜还有一个语音辨识的比赛，有请廖教授来同大家说明。好，欢迎廖教授。OK， 好，大家好。那我来介绍一下特语语音辨认竞赛这个方面哈。这个相对于刚刚的黑客松的比赛是着重在创意但是我们这边这个比赛是着重在技术。那这个可能是台湾第一次公开举办特语音辨认比赛也可能是世界第一次举办的特语音辨认比赛。那我们希望有兴趣发展特语音辨认技术的人都来参加这样。这个比赛重点是只要来报名参加我们就可以免费拿到世界第一套对大众公开的大规模特语的语音资料库那就可以用这个回去训练自己的特语语音辨认器。那所以这个非常欢迎大家都组队来参加。那我讲一下这个比赛的目的我们主要有3个目的。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借由广招各界好汉来参加这类比赛来了解目前语音辨认技术对特语是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特语是不是可以做到跟中文或英文几乎到同样的水准。假如可以的话，我们就很有信心可以往下做很多特语 AI 的应用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
好，那第二的目的是我们希望广招产学、产业、学界、然后研究单位来参加这个比赛。好，那我们希望可以招大概到20队以上的队伍来参加那希望至少有大概40人以上的参赛者来参加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的比较庞大的特语语音的开发技术的能量那这个就对以后继续开发特语 AI 就很有帮助那最后我们借由这个比赛就是希望把特语语音 AI 可以用到生活化那进一步去推广客家文化让这个可以用到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来使用然后再来我再介绍一下那个比赛的时程那我们下个月就会开放竞赛报名那这个报名会到7月底7月31号报名截止你早点来报名，就可以早点拿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大规模的特语语音资料库，就可以开始赶快建立你的特语的语音辨认器。然后再来到8月7号我们会先办一个热身赛，先让大家试探自己的语音辨认器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赶快再做改正然后到9月11号那我们才会办决赛决赛这时候就是真的看谁可以做得比较好了然后我们到10月20就会进行颁奖然后到20跟21我们会后会再办一个研讨会就是针对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大家讨论一下技术上哪边有问题还需要突破的这就凝聚共识来看特语 AI 要怎么往下继续的推进主要是这样子那最后就讲一下比赛的内容我们比赛最主要是分2部分第一个部分比较难这是要让电脑听特语，然后输出特语汉字这个比较难另外一个比较简单一点是让电脑听特语但是输出特语拼音这个相对会容易一点点那我们分2组就是希望有进入门槛比较高的，有进入门槛比较低的那进入门槛比较高的，我们就非常欢迎社会组来尤其是公司报名来参加然后进入门槛比较低的，我们就希望学生也可以来参加就鼓励学生来去开发特语的语音 AI 这样子的技术那最后我们就会针对2轨的比赛2组不同身份总共颁发4个第1名的奖杯出去然后这个比赛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比赛完我们颁奖完会办一个研讨会然后会请所有参赛的队伍来报告他们到底怎么做到的大家切磋琢磨然后一起去想想看特语语音辨认目前有什么问题那要再往哪个方向继续推进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以上报告在这边，谢谢各位。好感谢廖教授汉语黑客松还有汉语的编音比赛分享有创意有技术还有想法的团队都来报名参加以上是基本的2个比赛说明现场记者朋友有爱提问的吗？现场记者朋友有要提问的吗？无嘅话，主有请主副主委还有基本嘅教授总监共同来翕相。麻烦工作人员将个数拿牌拿本各位总管贵宾。各位贵宾请起立，我们来照个相。客家委员会嘅语音资料库是透过参观学合作来建制故所基本嘅主要有请到华硕云端公司还有阳明交通大学共同来出席基本嘅记者会。基本2个比赛咩分享大家多来参加来报名。
相信客家语言嘅发展，透过语言资料库建制，还有比赛判例，做得有更加有想法、有创意嘅成果。好，安子生，好，好，基本嘅记者会就到呢篇结束，多谢大家参与，下回会祝大家事事顺利，万事如意，安子生。你人上的要求吗？你有语言上的要求吗？